这首歌叫做《八宝公主》啦。哦，八宝公主。啊，伊这个专辑是因这个同一张专辑内面吼，一共头10块歌嘛，啊，就是10个故事，这10个故事是讲台湾10个妖魔鬼怪的故事啦。就是讲台湾民间的传奇，譬如讲拿豆子。哦，拿豆子我在内底。啊，他说这个八宝公主是倒位的这个新村当地的这个新名，即嘛咱讲新名啦，系啦。哦，因的歌是和咱的在地新名有关系，有牵连的。妖怪嘛，其实是妖怪啦，系啦。啊，咱尊敬啊讲新名啦，系啦。啊，不过八宝公主真正变做新名，后来神格化、新格化，红台做新名。了解，是咧唱讲啊古早的故事啊。